大家好，歡迎返嚟講鬼嘢話，我係盧思發。農曆新年本來係一家團圓、開心過節嘅日子，但有啲人偏偏唔信邪，踩晒啲新年禁忌，結果一年都唔安樂。今晚我就同大家講一個發生響油麻地舊唐樓嘅真實怪談，叫新年禁忌挑戰。聽完之後，你可能會諗清楚，今年過年應唔應該再玩火？響未開始故事之前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講鬼夜話頻道，俾個 like 支持一下我哋，同埋可以分享俾其他人。故事主角叫阿軒，26歲，做設計，成日熬夜，係個典型夜鬼。佢有兩個死黨，阿邦嘴賤膽細，阿晴就係嗰種口講唔信但最驚嘅人。阿軒個阿婆住響油麻地一棟冇電梯嘅舊唐樓，4層樓梯行到腳軟。每年團年，親戚返去食飯，但係今年阿軒提議帶朋友上去拍 vlog， 順便玩個新年禁忌挑戰，專登做啲唔應該做嘅事，證明啲老規矩係迷信。年30晚，3個響茶餐廳傾偈。阿邦話新年禁忌好多，年初一唔掃地，唔講衰嘢，夜晚唔曬衫，邊個信啊？阿晴半信半疑，探病同去殯儀館都唔好啦。阿軒笑住講：玩大啦，我哋年初一響阿婆度做齊4樣禁忌，一早掃地、倒垃圾、講晦氣說話，夜晚走廊曬黑衫褲，樓梯間大聲咒自己衰。如果冇事，就證明全部係假嘅。為咗流量，阿邦同阿晴都點頭應承。年初一一早，親戚拜完年走晒，阿婆入廚房煮嘢。阿軒對鏡頭講：第一關掃地，傳說掃走財氣，但我哋試下。佢用力掃廳，瓜子殼紙巾全掃一堆，仲開門一腳踢出走廊。元旦嗰刻，阿晴覺得後巷吹嚟陣涼風，唔似新年感覺，大家當多心。中午團年飯後，阿軒玩第2關，對鏡頭大聲講：今年我最衰最黑，失業失戀，窮到食草。阿晴打佢膊頭，收聲啦！突然廚房砰一聲，阿婆湯蓋裂開蜘蛛網，好似被詛咒彈爆。阿婆皺眉：新年唔好講衰嘢，一打爛嘢就唔吉利。3個心入邊寒咗一陣，但係仲頂硬上。夜晚親戚走晒，阿婆瞓咗，走廊燈暗黃色。阿軒話：第3關曬黑衫，3個行出夾窄嘅走廊，掛幾件黑 T 褲，影子吊到好似人影。突然樓下噔，急腳步上樓，但係樓梯咩嘢人都冇，掛好翻身，一件衫無風自己拉高又跌落，3個僵住。阿晴當場嚇到腳都軟晒。最後一關落3樓樓梯平台，阿軒大聲講：祝我哋多病多撞，成日見鬼。回音好刺耳，樓上關咗窗，靜咗幾秒，樓下沙沙聲答 joke。你地如願唔男唔女，好似刮出嚟咁。3個衝返入屋，畫面播返，聲音錄唔到，好似死寂一樣。凌晨煮通粉，阿邦數筷子，5個人，但係有6雙筷子，多咗1雙。回想一早掃地，唔止掃垃圾，仲掃醒咗啲唔出聲嘅住客。3個唔敢留低，落樓曬衫，影子拉長，腳步好似同4個。阿軒剪片唔敢播出，留 roll 片，一晚3點播樓梯嗰段，耳機入邊背後有聲。你哋想要嘅，今年一定有。幾把聲音疊埋之後，阿軒 project 全爛。阿邦街道被車斷腳，禁忌唔係迷信，係前人用命換嚟嘅警告。今集新年特別篇講完，記住唔好踩禁忌啦。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講鬼夜話，俾個 like 支持下我哋，同埋分享俾其他人。我哋下個星期六再見，繼續發掘香港都市傳說嘅另一面。